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首次點名話市民要擔心梁振英，又話有啲人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無能為力。梁振英就話接受批評，但係指控要具體啲。陳婉婷報導。選戰進入新階段，唐英年率先開火，首次點名批評對手。何俊仁呢，我係好尊重佢做人係有原則嘅。梁振英呢，就香港人一定要擔心啦。因為我自己從政咗20年，我亦都加入咗政府9年，我見識過好多人嘅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無能為力啦。譬如咧8萬5咁啦，嗱大家記憶猶新嘅負資產啦，1蚊樓燒炭，諗起都驚嘅。到底小心我啲乜嘢嘢呢？咁大家開始嘅時候就擔心話梁振英會唔會搞福利主義啊？咁而家睇到我嘅政綱，我政綱幾具體嘅。睇咗之後比較另外2位候選人嘅政綱呢，就似乎另外2位候選人喺一啲福利問題上呢，就比我更加進取咯。進取又好，或者急進又好啦。我唔介意嘅，我接受監督、接受指點、接受批評，但係要具體啲啦。咁3月25號一旦流選，會唔會再參選呢？梁振英話一定會，唐英年就話認為自己會贏，所以冇部署流選之後係咪再選。何俊仁就話冇諗過會贏，又話第一輪投票輸咗都唔會叫支持者投對方一票。現在2位對好基本嘅民主嘅訴求，包括到廢除功能組別，都唔能夠有一個清晰嘅個人嘅承擔。我唔係話要你簽咗支票一定做到，但係起碼你要相信呢樣嘢係啱嘅。嗱，如果呢啲咁嘅承諾都做唔到嘅，咁我哋啊係憑咩嘢係可以嗌啲我哋嘅支持者去到投佢一票呢？咁樣。佢朝早出席長者論壇，2個對手都冇出席。佢批評大家都入晒閘，冇藉口再逃避面對面辯論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。